过年之前有真侪人会出国佚佗，这桃园机场嘛塌甜。透早第一航站有行李是卡伫咧运送大顶悬，塔做规堆。桃园机场公司表示，这运送大无问题，是地勤人员无细致，甲大件行李放起哩，才会卡掉咧。 有民众用手机翕到第一航厦成武航空报道柜台行李卡伫咧所上大顶头，规拢贴起来，讲已经等点外钟啊，久啊才放一个行李出来，提醒其他旅客要注意时间。桃园机场公司讲，行李所上大无过钟，初步了解是地勤人员的作业疏失，无顺利甲大行李放起哩才会卡掉的。即马状况已经摆渡恢复正常。 没有遇到那个，我们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对，还可以。最近出国人很多，对，所以我们就是提早来。要往年啊，桃园机场过万人，伫明年春节所运9天，桃园机场估计总运量会到116万人次。伫所运的期间，日均量12.8万人次，已经恢复到2019年疫情之前春节日均量14万2000人次的90%。 出入境人上最时阵是8号过年前一天到11初2加13初4。也许呢，有可能是因为输送带的速度不够，或者是有时候遇到呢，可能相关的一些设施设备有所故障，那这时候就会发生整个报到程序以内的情况。 旅游业者讲，旅游旺季真像是旧历过年期间，国内外机场人拢真多，敢若是旅行团就比普通时加至少3倍。要坐飞机的过程也状况较多。机场公司提醒旅客，伫出境尖峰期时阵，上好是提早3点钟到机场。伫安检之前，先将部分间仔内面的水倒掉，随身所在笔记型电脑等电子产品先提出来，安尼时安检的时间会较紧。记者综合报道。